好意思啊，我今天用开临时一点点啦，不管事啊，不好意思。大家平安，愿上帝稳定甲咱做伙伫地。即条咱要来吟唱伫早起时礼拜中的诗歌。伫要吟唱进前，我要大家宣传一个好消息。我昨昏去参加陈宪平牧师的告别礼拜。上尾伊互所有来到现场的兄弟姊妹一个书签。内底是印《哥林多后书》第3章第1节到第3节。即内底是咧讲，咱拢是上帝对上帝来写伫即个世间的一张批。咱若会记起咱是对倒位来，咱就会当好好写批。咱若袂记起咱对倒位来吼，咱写的批吼就拢乌鲁木齐啦，台语讲乌鲁木齐，所以这个书签其实是咧提醒咱吼。我只有摕8张尔，所以等一下，咱若想讲要摕不要紧，但是摕了就无啊，摕了就无啊。因为上帝话真少，真少人会当，因为迄个门是矮啦，门是矮，所以真少人。有法度入去，总是愿上帝帮咱扶持，上帝话提醒咱，行入伊活命的路内底。这是咱来吟早起时的圣诗，圣诗第19首。为着美丽的土地啦，我想大家有识，有的人无识，总是识的人都爱唱较大声的，有识的人都爱唱较大声预备来。为着美丽的你，为着灿烂的气息，为着愿出世来所受一切的阻碍，预备上帝愿这下，把江河立。青年，咱定今年叫，即礼拜叫做青年纪念主日。不只是咧纪念青年尔，嘛咧纪念咱每一个人的青年。所以，咱有每一个阶段，所以咱若活过青年的阶段吼，我已经可能活过啊吼。所以，愿上帝帮咱，互咱伫即个地面上搁会喘气的时阵，不管是啥物年纪，拢学落伊。咱搁来献开圣诗第536首。爱知是主为咱开门，咱听经段一遍来。但是，咱来知，咱今仔日来就有福气，因为稳定的门是为咱打开。做伙来吟第1节就好，来，预备，来。天顶大开，稳定。
世界的光，黑夜救主我人来，只我救主不强无畏，这无真正为我而归，为我。咱礼拜要来开始，咱用安静的心来做会礼拜。
要称赞上主，要以上帝圣所称赞伊，要你显出伊的宽容，的强项来学罗伊，就因为伊的大宽容的作为称赞伊，因为伊的至尊至大学罗伊。咱三甲来念圣诗学罗，圣诗第19首，为着美丽的地面，会众请起立，念全首。请大家悠闲徛伫，做伙来念使徒圣经，告别咱的信仰。请，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伊本流比拉多殿内受苦，定死死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，对死人中复活，就天打坐全能的地上帝大名，预备对啊，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圣公同的教会，使徒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过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咱三甲来启用文第8篇，圣诗的后面1009页，我来启，请会众来应。上主是我的牧者，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，伊予
互我新的气力。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，因为你甲我同在。伫我对敌的面前，你用油抹我的头壳，你的恩典慈爱一直甲我一世人做伴。咱三甲阿头来祈祷。享受恩典甲慈爱上主，受你竞选得到恩典的正经儿，为你伫你施恩宝座前，同心合意来敬拜你。阮要感谢你过去对阮的保守看顾，互阮伫患难中悠然安然经过。你是阮的主，你以外阮无福气。阮过去所行的，求上主监察甲提醒。阮的言行若是有得罪上主，也是得罪人的，恳求上主搁一届用圣囝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清阮，互阮用圣洁的生命来敬拜你。耶和华上主，你是我的产业，阮所应得的，你甲阮固守。阮要学到驾视阮的耶和华，阮要常常敬奉你伫阮的面前，因为安尼，阮的心欢喜，阮的神快乐，阮的肉身要安然徛在。求你将活命的路指示阮，因为阮知，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，伫你的正手有永远的快乐。阮今仔日的敬拜甲学祷，要行做上芳的祭来献上你。愿阮所做的一切，拢会当荣耀你的圣名。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三甲来看上帝的话，《创世纪》23章第1节甲20节。我来读。撒拉一生享受127岁。撒拉死于迦南地基列阿巴，就是希伯伦。亚伯拉罕为着伊哀伤啼哭。亚伯拉罕离开藏撒拉尸体的所在，去甲赫人讲：“我是徛起伫你遮的外族人。”请你互我一块墓地，通安葬我的某。赫人应亚伯拉罕讲：“先生，请听，你伫阮遮是上尊贵的人物，出在你伫阮的墓地拣一块上好的地，安葬你的某。阮无一个人会反对你伫阮的墓地安葬你的某。”亚伯拉罕起来。对迄所在迄人拍伫涂骹行礼，对因讲：“你若肯互我安葬我的某，就请替我请求所下的囝以弗伦，将伊的土地买溜，卖必拉当卖互我。伊通照足额计数卖我，互我伫恁中间有土地通做墓地。”迄阵以弗伦甲其他迄人坐伫城门口，伊伫大家面前应亚伯拉罕，众人拢有听得。伊讲：“毋通安尼，先生，请听我讲，迄个地我送你，连内面的东西嘛互你。我伫恁同胞的面前送互你。”互你埋葬你的某。亚伯拉罕就拍伫涂骹，甲当地人行礼，伫大家面前应以弗伦，众人拢有听得。伊讲：“请听我讲，
我要甲你买迄个地，请你甲我收钱，互我通你安葬我的某。以弗伦应阿伯拉罕先生，请听我讲，迄个地值400块银，即个计数对咱两个敢有算啥物？你通安葬你的某？阿伯拉罕听以弗伦的话，照伊伫迄人的面前所讲的，将买卖通用的银算400块，互以弗伦。对迄时起，以弗伦伫万里对面麦比拉洞迄块地，包括迄区园，迄内面的洞穴，甲四围所有的树木，拢归属阿伯拉罕。你城门口的迄人，拢做证，迄个地归属阿伯拉罕。后来，阿伯拉罕将伊的某撒拉安葬伫迦南地万里对面麦比拉田野的洞穴。万里就是迄匹轮。对安尼，迄区园甲园内的洞穴，对迄人转移予阿伯拉罕做私人墓地。俄罗，请学少团契来俄罗阿母啊！平安这礼拜是青年的主日，所以阮用这首诗歌来献唱对阮妈妈的感谢甲感恩。这首歌的旋律真简单，若是会使同齐来起唱。因为平常时阮这拢是敬拜团契的成员。细汉的时，困在你脚步，牵着你的手，我一步一步行未来的路，不惊前路坎坷，不惊失去方向。伫你温柔坚定的回忆中，我感受到快乐。也有你对我满满的疼，我的阿母啊，感谢你无条件的守护，我的阿母啊，感谢你全心全意的照顾，我的阿母啊，你是我放伫心口的宝贝。咱着牵手作伙，困住脚前学着路手的歌，每一站拢有平安，每一天拢有快乐，三甲作伴。细汉的时，跟着你脚步，牵着你的手，我一步一步行未来的路，不惊前路坎坷，不惊失去方向。伫你温柔坚定的回忆中，我感受到快乐。也有你对我满满的爱，我的阿母啊，感谢你无条件的守护，我的阿母啊，感谢你全心全意的照顾，我的阿母啊，
伫心口的宝贝，咱着牵手做伙。困求脚前等落唱的歌，每一天拢有平安，每一天拢有喜乐。三甲作伴，我的阿母啊，感谢你无条件的守护，我的阿母啊。感谢你全心全意的照顾我阿母啊，你是我藏伫心口的宝贝，咱着牵手做伙，困求脚前的长路唱的歌，每一站拢有平安，每一天拢有喜乐。三甲作伴。接下来要用国语来唱这首歌。小小时候，跟在你左右，未来的路途。我牵着你的手，一步一步，不怕茫茫人海，不怕困苦流离。在你温柔坚定的话语中，我感受到快乐，还有你对我满满的爱。亲爱的妈妈，感谢你无条件细心呵护，亲爱的妈妈。感谢你无微不至的照顾，亲爱的妈妈。你是我心头上的珍宝，我们手牵着手，恳求脚前有灯，路上有光。每一天都有平安，每一刻都有喜乐，与你相伴。小小时候，跟在你左右，未来的路途，我牵着你的手，一步一步，不怕茫茫人海，不怕困苦流离。在你温柔坚定的话语中，我感受到快乐，还有你对我满满的爱。亲爱的妈妈，感谢你无条件细心呵护，亲爱的妈妈。感谢你无微不至的照顾，亲爱的妈妈。你是我心头上的珍宝，我们手牵着手，恳求脚前有灯，路上有光。每一天都有平安，每一刻都有喜乐，与你相伴。亲爱的妈妈，感谢你无条件细心呵护，亲爱的妈妈。感谢你无微不至的照顾，亲爱的妈妈。你是我心头上的珍宝，我们手牵着手，脚前有灯，路上有光。每一天都有平安，每一刻都有喜乐，与你相伴。祝福在座各位的母亲
伟大的母亲，你们这千年来辛苦了，祝母亲节快乐！正道，这时请吴牧师正道，题目是好好埋葬。大家平安。愿上帝稳定甲咱做伙伫地。咱也爱多谢遮个青少年，虽然人数无真多，总是因也透过遮个诗歌会献唱，因伫后礼拜都无搁献唱。透过安尼来提早庆祝母亲节。实际上，我嘛时常咧提醒这个，毋是母亲节迄天哈去洗碗洗地，也是讲母亲节迄天哈来做一寡动作尔。母亲节应该是每一天拢爱过，但毋是咧，对嘛吼？妈妈搁伫个，咱每一天拢爱过母亲节。妈妈无伫个，嘛爱过母亲节啦，拢共款啦。用什么款的方式来好好庆祝母亲节？其实嘛是咱今仔这个功课叫做好好埋葬的课题。愿上帝帮咱，互咱性命活出，会当互咱的妈妈，会当互上帝娱乐的所在。安尼其实就是庆祝母亲节啦，吼。所以愿上帝帮咱夫妻，也祝福咱教会遮个少年家即时我要邀请咱大家，特别信歌队今仔日伫咱会场中吼，所以真好，会当真自在、真自由吼，甲遮附近的兄弟姊妹会当好好拍招呼。所以请咱等者爬起来，请甲附近坐伫你附近的兄弟姊妹，你有识或是无识，拢不要紧，你会当甲伊好好拍招呼，然后再来讲愿上帝平安，甲你做伙伫地。好，请开始。做伙来祈祷。主，你在阮生命中有侪侪时阵，阮需要好好告别了，阮才有好好的开始，开始展开上帝你要找紧阮去听、去行的路。求上帝帮咱夫妻。帮助阮，互阮伫生命的每一个阶段，拢体验到这项代志。是无毋对，阮的生命伫无共款的阶段内底，阮的经历需要好好埋葬过去，看到现在的阮以及展开刷落来应该行的路站。主求你帮助阮，也甲阮做伙伫地。阮安尼祈祷。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今仔日经节应该是真节牧师会敬到的经节，总是因为我毋望会当互咱大家拢读到创世纪的每一个段要紧的段落，所以我就透过这段经节，甲咱做伙来分享好好埋葬这个题目。犹太人的经典塔勒姆 （Talmud） 认为安息日就亲像永远，就是来世。换一句话来讲，上帝创造看6日是好，创造了，然后上帝讲好，总是第7日嘞，上帝讲圣。所以人伫6日的生活内底，咱若上帝的百姓，咱就爱知影，咱爱学习行出好。总是要紧的是第7日，因为7日是上帝爱归伊做圣。咱时常活伫平常的生活内底，
所以咱会看，我想咱大家拢真熟，咱会看时间做金钱，咱讲时间是金钱，对吧？然后人性命中，咱咧做工课，也是活地价值，是生产或是创造有价值的事物。这是这个世间所看人应该爱安尼。总是第7日，神是咧提醒咱，上帝是咱的老爸，时间其实是咱的性命，是咱咧过时间，毋是时间咧过咱。所以时间是咱的性命，然后咱的价值，咱这个人的价值，毋是互这个世间工课，或是咱有的物件来定义，是上帝才会定义咱。所以犹太人看安息日是要紧的，第7日要紧是安尼。咱透过这日定心看家己，用上帝的眼光。所以对基督徒来讲，咱称第7日叫主日，因为主耶稣伫这日来过活，所以咱就甲过去上帝百姓同款，伫主日爱安息，因为上帝看这日最圣。所以伫即日，咱爱好好庆祝，搁我的主甲咱做伙伫地。伫即日，咱爱好好敬拜。敬拜目的是要提醒咱是啥物人，以及咱的上帝是啥物人。然后，伫即日的安息，毋是倒伫眠床咧困哦。伫即日，啥物会叫安息？安息的意思是会当过去发现咱生命中需要去发现的代志，所以去甲咱所听的人好好斗阵做伙，然后去看这个世间美妙创造的世界。就亲像我知影，今仔日有几个家庭是伫外口咧佚佗共款。伫即日，咱爱去经历咱生命中迄个美好的时刻。所以安息的意思是安尼哦。毋是家己倒伫门床咧困哦，安尼叫安息，毋是哦。所以来吟唱圣歌队，享受水，迄个就是安息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啥物会叫安息？潘霍华这位牧师讲了真好，伊讲就是伫这个地上，大声谈着上帝国的滋味。迄是啥？迄对每一个人可能无啥共款哦。对每一个人，迄个安息可能无啥共款，总是大声伫这个地上谈着上帝国的滋味。这叫做基督徒的安息。因为伫即日主搁活，所以咱嘛需要互咱的灵魂清醒，活出迄个搁活更新的愿望。同时，咱也称呼遐个伫上帝内底困去的人，是死去的人是安息。因为换一句话来讲，因伫这个世间的时间，迄个6日时间已经到，所以时间对因来讲已经无束缚啊。因已经互肉体甲时间所迄个约束偷开啊，归伫第7日上帝的安息内底。这就是基督徒甲上帝百姓咧看死亡这项代志。亚伯拉罕是一个寄卡的，这个词寄卡的意思是，伊就是无土地的人，所以上帝才会予伊这款的应允。创世纪17章第8节是安尼讲：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迦南全地，想使你甲你的后代做永远的产业，我嘛要做因的上帝。咱头前已经读到遐个无度怀孕的上帝的应允是，因要得到后代。总是遐个无土地、无君的上帝应允是要得到土地来做产业，这就是上帝应允。虽然上帝应允总是人的生命有限，人的眼界也有限，所以
咱会伫现实顶头看，这会做无可能，然后甚至会笑讲哈，这无可能啦，对我来讲无可能。所以上帝才会责备撒拉甲阿伯拉罕讲，上主减有袂当做的代志。这虽然是一个问题，总是一个肯定的问题。肯定的话语已经藏伫内底啊，伫这个问题内底啊，就是意思就是啥物货？伫上帝手中透做袂成的代志。所以，总是阿伯拉罕伫伊有性命的内底，要喘气的内底，事实上，迄个应允上帝迄个17章的迄个应允嘛，佫也未实现。所以对阿伯拉罕来讲，伊一生真正有的土地，就是埋葬伊甲伊所疼的人的迄块地，也就是今仔日咱所读到的这个买卖的过程。创世记23章第1节到第2节，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。来，撒拉一生享受127岁。撒拉死伫迦南地的基列阿巴，就是希伯伦。阿伯拉罕为着伊哀伤啼哭。咱来知影，撒拉是对阿伯拉罕出哈兰。阿伯拉罕出哈兰的时阵75岁。然后，伊因为丈夫来讲白贼，伊踢笑过上帝的应允，所以上帝才会讲这句话。然后，伊伫以撒出世的时阵，哈哈大笑，因为以撒这个名就是笑。当伊死，照古代犹太人的查甫人，因是称因的某叫厝。伊称伊的某叫厝，所以这个时常咧讲，一个查甫人伊的家庭、家族、囡仔甲某，厝就是家的，然后无某就无囝，家庭甲家族当然嘛无需要厝，所以对阿伯拉罕来讲，这敢若亲像伊的厝，迄支条去互倒去。伊为着撒拉来哀伤，也为着家己来悲哀。所以，伊刷落去需要的是一个墓地。创世记23章第3节到第4节刷落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阿伯拉罕离开藏撒拉尸体的所在，去甲迄人讲。我是寄居伫恁遮的外族人，请恁予我一块墓地，通安葬我的某。撒拉过身的时期，阿伯拉罕当时是来到希伯伦附近扎营，因为因是游牧民族寄卡的，所以因是来到希伯伦来扎营。伫古代近东的文化内底。一个家庭内底，老人过身，伫一日或是2日内，大部分拢2日内，厝内底的人会将伊的遗体刷去家族的墓地内底。通常，这个家族的墓地当时是洞穴来安葬。总是阿伯拉罕无土地，若无赶紧设法，无度埋葬撒拉，因为安尼。伊来到迦南地的迄座城，因应该是伫野外咧过羊，总是伊就来到希伯伦，即座城叫做希伯伦，来找当地住伫遐的赫人，要求一块地，通埋葬撒拉。创世记23章第5节到第6节，刷来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赫人因阿伯拉罕讲。先生，请听，你伫阮遮是上尊贵的人物，出在你伫阮的墓地，经一块上好的地安葬你的某。阮无一个人会反对你伫阮的墓地安葬你的某。咱来知影，阿伯拉罕虽然是寄卡的无土地的人，总是伊的名声到这个时阵，
已经真显赫，已经真大，所以迄人即时是称伊叫做上尊贵的人物。这个词安尼翻译，有点仔准，但是更较准确的翻译应该是你是互阮尊敬的王子，你是神民迄个所命令的有能力的领袖。上时，迄个咱伫这段经文内底所读到的先生，台语来翻做先生，其实原文伊是称因是称阿伯拉罕叫做我主，我的主，听有意思吼？所以咱若这段内底，咱所有读到的先生，拢是我的主。就是当地人是安尼称阿伯拉罕哦，我的主嘞。啊，当然，伊毋是真正，这是一个尊称啦。简单来讲，就亲像今仔日我去外口，人拢叫我帅哥共款啦，吼。毋是我真缘投哦，吼。我知影，毋是我真缘投，是一种尊称。讲哦，你真缘投安尼吼。总是迄个我的主，其实原文安尼读，其实有一个真特别的意思。这个拢咧表达迄人对阿伯拉罕的尊敬。因答应讲要互阿伯拉罕凊彩选一个所在来埋葬撒拉，总是迄个后壁的意思。迄个用即摆语言叫做潜台词啊吼。内底的意思是讲无毋茫伊有土地。伊无土地的人嘛，对无？就是无毋茫伊有土地，这事实上甲当地风俗文化有关系。因为当时通常是工作的人才有资格来买卖土地，听有意思吼？就是甲我工作的人才有资格来买卖土地。这个意思是啥物货？莫互白族的人买去，所以因袂凊彩卖互外人。创世纪23章第70到第90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。来，阿伯拉罕起来，对迄所在迄人拍伫涂骹行礼，对因讲：恁若肯互我安葬我的某，就请替我请求所下的囝以弗伦，将伊土地买溜的麦比拉洞卖互我。伊通照足野的介绍卖我，互我伫恁中间有土地通做墓地。哦，安尼听起来，阿伯拉罕早就看到一块地啊啦，伊早就看好势啊，就是以弗伦所有的麦比拉洞。这个时阵，虽然因称伊做我主、我的主，甲尊贵的王子。总是伊是无顾这个身份的拍败呢，伊用拍败的方式来行礼，来表达伊极端的诚意要恳求。传统认为，麦比拉洞应该是一个真大的洞穴，因为麦比拉原文的意思就是双倍的意思。麦比拉读到这字，迄叫做双倍，所以。上时，迄个洞穴大到会当号名，有可能是当地的地标。所以，当这个地听讲，就是伫这摆希伯伦阿伯拉罕的清真寺的正下方，就是咱看到的这个。现在搁存在，就是希伯伦的阿伯拉罕清真寺的正下方。所以，咱就看到这个图是安尼。创世纪23章第10到11节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迄阵，以弗伦甲其他的迄人坐伫城门口，因伫大家的面前应阿伯拉罕，众人拢有听到。伊讲：毋通安尼，先生，请听我讲。迄块地我送你，连内面的洞穴嘛互你。我伫我同胞的面前送互你，
互你埋葬你的某。当时的城门口，咱过去捌讲过，迄叫做审判的所在，随上嘛是交易的所在。咧交易的所在，相时也是纳税的所在。咱到新约会读到更较侪迄个纳税的所在。所以迄个是一个正式的所在。然后伫这个所在，以弗伦雕工大声讲话，就咧强调一项代志，就是咧强调有见证人，因为这因伫遐讲了，就有法律的效力。什么会叫法律的效力？就是所有见证人见证着我有讲这个话哦，这叫做有法律的效力。以弗伦讲，我互你免费来使用啦。总是这个免费来使用，毋是咧移转伊的使用权，毋是移转土地哦。这个免费使用是直到这个送，就是以弗伦去换地的时，这块地当然是伊免费使用。总是当伊死了后，这块地就无种，听有意思吼？所以免费使用就是使用到以弗伦去换地的时。以弗伦真慷慨，然后这个动作拢做啊真足，来回应亚伯拉罕。创世记23章12节到13节，所来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亚伯拉罕就趴伫涂骹，甲当地人行礼，伫大家的面前引以弗伦，众人拢有听到。伊讲：请听我讲，我要甲你买迄块地。请你着甲我收钱，互我通伫遐安葬我的某。新亚家认为经文内底这真细节的描述，可能拄拄咧反映出迄个时代内底真正的协商、习俗甲过程，有可能真正咧反映迄个时代文化顶头的迄个过程。以弗伦的慷慨。甲亚伯拉罕会拍败落跪，双方伫礼节顶头是游来游往，真细致谨慎的过程，就是伫当时也未成文律法进前，互人看做是正式的法律程序。亚伯拉罕真坚持，伊讲我想要买到即块地，就是买到清楚的产权。理由也真正常，就是伊想要好好埋葬撒拉。创世记23章14节到15节，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以弗伦应亚伯拉罕讲：先生，听我讲，迄块地达400块银，这个计数对咱两个减有算啥物？你通安葬你的某？咱来知影，这是真被动，以弗伦开价啊，听有意思吼？伊开价啊，总是伊是讲，你地都互你用啊，不要紧啊，吼，开价。但是这个价，咱来知影这个价是啥物价哦？400块谢克勒的银啊，差不多当时一个人爱工课一世人，差不多比。有可能比这较侪，因为咱若对照撒母耳下卷24章24节，咱爱知影大笔买一块五角场，会当后来起圣殿，迄块真大片的土地五角场，大笔买来做耶路撒冷圣殿的哦，迄地哦，50谢克勒尔哦，听有意思吼？大笔买遐大地。50谢克勒，结果伫遮伊开价讲400块谢克勒的银啊，咱爱知影400块是偌济吼？50块的8倍呢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以弗伦是开一个天价啊。以弗伦吼伫遮真巧，开一个迄个。伊想讲吼，你嘛出袂起的天价，想讲要互亚伯拉罕讲，好啦，算了，算啊，莫买啊，吼，莫买啊。结果无想到
刷落阿伯拉罕的动作。创世纪23章16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阿伯拉罕听以弗伦的话，照伊伫赫人的面前所讲的，将买卖通用的银算400地，互以弗伦。咱来知影阿伯拉罕迄个目睭一个呢，就摕400地出来，咱就知影伊是偌大的财主啊！有可能搁那迄时阵，咱台湾上好野的人，会迄款的地位啊，有可能伫当地是安尼。有人咧约，所以有人讲这叫做中东式的谈判讲价啦。所以有人咧约检采，以弗伦心内底佫有一个想法，就是阿伯拉罕会甲我讲价。所以毋则调悬价，讲，你转去啦，莫阁笑笑啊啦吼，是安尼。啊嘛有一种是有可能伊咧讲价，总是亲爱兄弟姊妹，我要逐大家讲，若用钱会当解决的，拢算小看代志。所以有当时啊，爱感慨，袂要紧。我嘛要老实逐大家讲，爱感慨袂要紧。用钱会当解决，伫这个世间拢算小可代志，因为真侪代志是用钱无法度解决的。所以阿伯拉罕求到，伊开一个计数，好，你既然敢开，我就照你的孝业带你买来，体现伊的诚意甲决心，常时也伫众人面前确保。即块地的法律效力，将来即块地袂产生争议，嘛展开伊无爱为着伊的某的尊严来议价，甲人议价的决心。咱来知影真侪时阵，结性甲谨慎是好代志，总是为着要好好埋葬咱所疼的人，只要有能力付上。就是超过的代价，嘛是有价值的。创世纪23章17节到18节，刷落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对迄时起，以弗伦伫万里对面麦比拉洞迄块地，包括迄窟园，迄内面的洞穴，甲四围所有的树木，拢归属阿伯拉罕。伫城门口的赫人拢做证，迄块地归属阿伯拉罕。咱来知影，对阿伯拉罕听见上帝呼召伊离开赫兰，伊就踏上一个新的历史，离开伊的老爸家，甲所属的土地来启程，伊画出前所未有的样貌。直到现在，伊互人看做，赫人看做是尊贵的王子。所以，伊真正画出一个真特别的人生，行这条路，画出一个真特别的人生。总是离开土地是为着要转来土地，离开厝也是为着要转来厝。直到现在，伫上帝应允伊的迄块地顶头。伊开始有属伫伊甲伊的后代一块小小的地。后来阿伯拉罕活到175岁，伊也死。创世纪25章第90段就安尼描写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伊的囝以撒甲以实玛利将伊安葬伫万里对面的麦比拉洞穴，就是伊进前所买。的这个所在，伊嘛互人好好埋葬伫这个所在。中国有一个真出名太太死去的故事，就是曾子。曾子的某死，伊亲像无悲伤，竟然讲面盆来唱歌，迄个叫做骨盆儿歌，咱捌听过这个成语。讲面盆来唱歌。所以，伊的好朋友叫做惠子，
挡袂牢的咧责备伊讲，啊你无提靠的准拄煞。既然你讲你的领导的面盆啊来唱歌，安尼未免上过分啊吧？庄主是安尼应，伊讲我的某当过身的时，伊嘛感慨心痛。伊甲一般人共款，拢有正常的情绪，总是庄主煞落来想起人的原底的时刻，人的有到无，以及无到有，原来只是自然的变化，因为安尼。互伊对伤心到超越过伤心，伊看见人的死，搁若亲像安然倒伫天地的中间，搁等于大自然。伊一个想到安尼，就迄个心就开，伊的心痛甲目屎就止掉的。对基督徒来讲，其实庄主的即款的醒悟只是一个开始尔。咱拢知影，人的死其实是自然的一部分。总是咱更较清楚的是，这是伫上帝的手中，伊是创造的主，所以对伊来嘛要转去伊遐。约翰福音20章咧对咱讲，7日的头一日，主搁活下日。就成做新创造的起点，借着道万物捌受造，搁借着道万物重新被造。所以，搁我这项代志，毋是死后上天堂尔定，有时搁我这项代志，颠倒对我的人来讲，是一个新的使命。就亲像主耶稣搁我的时阵，对伊的学生所讲的话。约翰福音20章21节是安尼讲：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，愿恁平安，亲像爸有找我，我嘛找恁。好，刷落去，咱来问，那安尼要活地的人，是主要找咱去做啥物货呢？维根斯坦这位真出名的哲学家。伊安尼讲，伊讲相信搁活的是疼。这就亲像约翰福音1章其中其实只有一个真关键的问题，就是耶稣问彼得的迄句话讲：“你有疼我无？”伊的学生去掠鱼，啥物货拢掠无。然后耶稣却帮因掠着。规船的鱼，刷落来，耶稣找彼得去做雇养的，毋是做掠鱼的。因为安尼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当咱所疼的人若过身，咱爱好好埋葬。所谓好好埋葬的意思，就是当咱面对死亡的时阵，咱的悲伤甲无奈，总是咱。爱知影这项代志，搁我的灵会互咱醒来，提醒咱爱将这个疼换做新的快乐，因为咱做伙伫主的内面，咱就有法度接受一个新的呼召，受伊差遣，咱会当有新的视野去过新的生活，得到新的赦罪甲新的丰收。甚至是一个新的军队耶稣的方式，甲过去的方式无同，有可能会有危险。总是，搁我的性命，敢毋是勇敢甲冒险吗？学生搁转去掠鱼，表示啥物货？伊重新去做过去咧做的代志，这就代表，这叫做全世界拢咧做的代志。这个世界，咱毋是安尼，互咱重新去做，等于做迄个原地拢咧做诶代志嘛。总是各位主爱彼得活向去饲、去牧养伊诶羊，这表示
伫各活的内底，爱有新创造的任务来领受这个任务。每一个阶段，每一个生命的阶段拢无共款。各活的主咧呼召咱爱看见甲进前无共款的任务。所以上尾伊呼召彼得讲，随上也呼召咱来缀我。这叫做第7日的恶弊，因为咱知影家己就是到死安息，拢是军队伊的人。那安尼，咱就会亲像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讲的，希伯来书11章13节是安尼讲：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这个拢是到死一直有信心的人，因无得到上帝甲因应允的，毋过对远远看见就欢喜，承认家己不过是地上的出外人，是寄居的。伫世间，咱认清楚家己的身份，对，我现在有的，到尾拢会无去。咱只不过是异乡的人，以及寄卡的人。那安尼，加在伫主内底困去的人，若得到上帝应允，会伫伊的怀中醒来，就亲像犹太律比所讲的，每一个第7日拢会发生一个新业，就是人甲万物的灵魂会对内底醒来。所以咱来好好过第7日，就是安尼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请好好过第7日，莫受时间的限制，互咱的灵魂。咱今仔日的任务就是互咱的灵魂醒来啦。好好过第7日，所以当咱所听的人过身，毋免讲面盆来唱歌，嘛毋免过头来悲伤。因为咱相信，伊是活伫第7日，就是主搁活的迄日。但愿咱也会当甲伊做伙，伫上帝应允内底醒来。咱若伫这个世间搁有喘气搁活地，那安尼爱的日子，咱是互圣神找肯，互主耶稣找肯，爱活转身去听，去牧养，去知。咱爱眷顾的羊群，主耶稣唤起咱爱牧养的羊群，迄个羊群嘛有可能是咱家己啦。我要坦白大家讲，或是有可能有一日伫天顶来醒来，会当甲主相见，迄就亲像腓立比所讲的，好得无比，真好无比的时刻，愿咱拢通好好埋葬。这就叫做第7日的恶弊，请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知阮的性命伫每一个阶段拢要领受你的祝福。阮的性命确实伫阮的人生内底有侪侪无共款，互阮有想袂到的代志。内底检测有苦难，有目屎。总是阮相信，你伫第7日，你伫主日搁活，就是要叫醒阮的灵魂，互阮知影阮是归你的百姓，互阮知阮伫即日爱搁活，阮来活伫人甲上帝面前，好好清楚知你所吩咐找阮去做的代志，求上帝帮助阮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求主将你的话刻点伫我心。三角来吟圣诗，圣诗536首。天顶大开，恩典的门。会众请起立，吟全首。天顶大开，恩典的门，
光，下面救主大仁爱，一大救主无疆无归，这梦真正为我大开，为我，为我，这梦为我大开，下罪有梦，现实大开，万国万人着亲近。人的富贵，让爱流进人魂，一大救主无疆无悔，这么真正为我大开，为我，为我。为我大开，咱着何他真正无惊，日这地球分天门，归是日个地主来行，救主受死我眼光。一大救主无疆无悔，这梦真正为我大开，为我，为我，这梦为我大开，我着甘愿为主。会场请坐，奉献。咱请张春燕执事甲陈元执事来书献。会场请起立，咱来念奉献诗。
报告，未报告的大声，咱来读今仔日金句。咱掀开周报的头页，我读一遍，请会众读2遍。这个拢是到死一直拢有信心的人，因无得到上帝甲因的应允的，毋过对远远看见就欢喜，相信承认家己不过是地上的出外人，寄居的。希伯来书11章13节，请。到死有信心的人，因无得到上帝甲因应允的，毋过对远远看见就欢喜，承认家己不过是地上的出外人，是寄居的。希伯来书11章13节，这个拢是到死一直有信心的人，因无得到上帝甲因应允的，毋过对远远看见就欢喜，承认家己不过是地上出外人，是寄居的。掀开第周报第1页，周报第1页的周事工分配，服侍人员，咱请家己来看。周间一会。团契时间内容地点，咱家己来看。主日学一会，教育部课程的内容请咱家己来看。小组的一月表内容，咱家己来看。顶礼拜4月28日主日奉献的明细，咱家己来看。楼顶大的向办公室来更正。掀开周报第3页，消息报告。本主日为青年事工纪念主日，请为这事工关心代祷。第2，5月份职业长职长老黄文光、技术李正义、吴文仁。第3项，为花莲地动重建奉献，请大家为花莲赈灾重建奉献代祷奉献，甲今仔日杂志。下主日为母亲节祝福妈妈母亲节快乐，即天爱餐停止。教会消息。5月份基督会青年歌仔课，基督会于5月11日暗时7点，伫6楼副堂举行。2024年同教会校际学校开始报名费1000块，有爱餐、加纪念衫、加保险。日期是7月初3，礼拜3到7月初6，拜68点半到5点；7月初7，礼拜日8点半到12点。报名费于5月26号早止。具体消息：七星公中会退休，陈宪平牧师。安孝主怀，定伫5月初4，就是昨吼。咱为安慰遗族来代祷。其他消息，合作社理监事会伫今仔日中昼12点半702召开，请理监事出席参加。以上报告，请牧师介绍。来，我来介绍今仔日的人客。头一位是这潘桂儿姐的好朋友吼，卢淑珍姐妹伫咱中间吼，请伊徛起来，咱欢迎平安吼。
雕工坐伫上边仔啦吼，咱等下爱会记甲伊拍招呼吼，愿上帝平安，甲你做伙伫地。另外一位，第二位是蔡玉山兄弟，伊是对美国回来，伫后壁吼，蔡玉山弟兄吼，欢迎对美国回来，欢迎平安吼。另外是杨慧英姐妹对吧？杨慧英姐妹是咱教会前杨东药外长老的查某囝吼，伊是今日特别回来看妈妈，愿上帝帮咱夫妻，互伊伫咧看望的过程吼，上帝甲恁做伙伫地，愿上帝平安，也帮咱夫妻吼，请坐吼，咱拍扑仔来，多谢因，欢迎因来。欢迎每一回倒来到堂的时阵，拢将这当作上帝的家，也愿上帝平安、上帝话语，甲咱做伙伫地。不管咱是伫厝外，或是伫咱所徛起的所在，拢有上帝所对咱的祝福。而且特别来补充报告，伫刷来即个拜六，咱有一个祈祷会，咱每一回拢会伫月初。即个月较特别啦吼，雕工经第2礼拜吼，迄天若要来参加迄个祈祷会，请穿牛仔裤啦。简单来讲是安尼啦吼，请穿牛仔裤来参加祈祷会，是安尼。所以才会特别注明牛仔裤吼。换一句话来讲，迄天咱要为青年来祈祷啦，咱要为青年来祈祷，所以刷来即个拜六，欢迎来参加教会祈祷会。要来参加祈祷会，去找一领牛仔裤来穿，就是安尼，愿上帝帮咱夫妻，若无牛仔裤来，会当投我借啦，毋知会下心袂下心，毋知总是不要紧，上帝甲咱做伙伫地。想要甲大家特别介绍2个活动，就是咱的学几学校，到5月底了所以请积极来报名。第二就是咱16号有一个真特别的音乐见证分享。见证会，请阁有机会今仔日阁有机会，所以请咱会当甲咱即个宜林会长来报名，愿上帝平安，就甲咱做伙伫咧。祝福差遣，圣诗第399首，愿上主大仁爱。请起立，会长起立，吟全首。吟完，请牧师祝祷。大仁爱，应点你心来，主会听每时刻，甲你应同在，愿主也更偏求你应主的宽待你，主相信保守你对之心。咱搁吟一遍，将你唱做歌将你唱做歌。愿上主大仁爱，应点我心内，主会听每时刻，甲我应同在，愿主应更偏照我应主的宽待我，主相信保守我对之心，到永世代。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，天父上帝永远的听从，圣神的相通，甲咱大家做伙伫地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
请坐。等到灭倒，咱互相请安，行平安礼。咱互相请安，行平安礼。